新营延平郡王府要举办建教大典，农历年正月初1到16都有活动哦。要请黄俊雄布袋戏来表演，正月12晚上。还有请南美洲安第斯山乐团来表演，还有请民歌手来献唱哦。哇！在柳营奇美医院北边，在积水溪北边。到了新营往东山的路，然后往奇美医院的路，还没有到桥了，桥就左转。这里是天坛呐，天坛。天坛花灯牌楼。哦，赞助者很多了呢。民族之星延平网，延平郡网，延平网。开台圣王郑成功，族群融合正国姓也。延平郡王府是郑成功的庙，主要供奉开台圣王郑成功。今天中华民国107年，公元2018年了。今天1月30号了，礼拜二。每天下班有。